郭文提讲，郭台铭就伊来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，是讲甲安尼有影有值。但是郭台铭的核心幕僚刘宥彤煞来回应讲，若是总是伫咧遐咧讨论讲，食要做正，食要做副，讨论讲要安怎来分配这个权位，安尼是会去互选民来配喙烂。刘宥彤也是强调讲，郭台铭到即摆也是无参选的准备，这个礼拜日嘛有可能袂甲郭文铁、王金平来合体。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讲，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，郭台铭希望郭郭配，甚至愿意给他做一任，和郭文铁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。在每天的新闻争论里面，如果都是一些谁要当正，谁要当副，然后怎么样的去分配这个权力位置的话，我想也很容易遭到选民的唾弃。针对2020呢，到目前为止，他并没有参选的一个准备。郭台铭这边无讲明，要么郭文铁强调讲，郭台铭永远是上适合的总统人选，佮讲算是小弟甲你拜托。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听到，但是就像是郭董事长曾经讲的，2020它不是一个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候选人他们自己的意志，而是应该交由2300万同胞的决定。郭台铭、郭文铁两个人加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革命态势慢慢啊成型，要么18敢会见面。当天是有客人的，那时间点上面如果要来回的话，可能我们时间上有点来不及。那目前可能会倾向不去的几率比较高。伊嘛正是讲，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昨甲郭台铭见面，传达党主席吴敦义想要见面的想法。郭台铭敢有要选，一直无将话讲明，到底有啥物拍算？恐惊拢会对蓝营造成重伤。